下愛到強下來學習，接衝會用到嘅共舞漢語哦。首先，我們學習見面時的常用稱謂與問候。在稱謂的部分，我們大概可以分為男性、女性。那麼，我們現在依序男性跟女性的部分來介紹。如果說伯父，客家話就是阿伯。伯父的太太，我們就稱為伯妹。那如果叔叔，客家話怎麼說？阿叔。那叔叔的太太，叔妹。接下來，如果稍微比較年長一點的哥哥，男生我們就稱為阿哥，女生就稱為阿姐。接下來呢，我要介紹一個特別的詞彙。當我們在公家機關服務的時候，可能前來辦公的民眾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我們不知道他的職業是什麼，我們都可以尊稱他為老闆。客家話的老闆怎麼說？就是頭家，頭家。所以這個頭家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都是通用的哦。接下來的問候語的部分，我們有4個問候語的部分。第一個，早安，安早，安早。吃飽了嗎？吃飽嗎？吃飽嗎？吃午餐了沒？食足嗎？食足嗎？您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剛剛學了稱謂與問候以後，如果這兩個組合起來，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句型？我們來舉4個例子。第一個，阿爸吃飽嗎？伯父吃飽了嗎？阿爸吃飽嗎？第二個，阿哥安早，阿哥安早，哥哥早安。第三個，伯妹你好，伯母您好，伯母您好。第四個，阿姐食足嗎？姐姐吃午餐了嗎？阿姐食足嗎？等我們幫民眾辦好事情，我們也可以表現出我們對他們的禮貌與關心。當我們講辦好了，在這3個字之後，我們還可以加上什麼？好，我們現在有4個例子，可以讓你加在辦好之後。第一個，長累了，長累了。在我們客家語通用的解釋是再見的意思。實際上呢，它可以說歡迎您再過來玩。好，所以我們長累了就表示再見。第二個，順行，順行。這個順行代表的就是慢走，您慢慢的走。第三個，愛生意哦，愛生意哦。好，這個華語是要小心哦。第四個，愛注意安全哦，愛注意安全哦。這句話的意思是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那在學了這4個詞彙之後，我們來學個完整的送客的句子。第一個，行好嘞，長累了，行好嘞，長累了。第二個句子，行好嘞，順行，行好嘞，順行。第三個句子，行好嘞，愛生意哦，行好嘞，愛生意哦。這個時候可能是長輩站起來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哦。第四個，行好嘞，愛注意安全哦，行好嘞，愛注意安全哦。也許你看長輩準備要騎車回家了，
你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如果你学会了今天的句子，在办公时呢，你可以对民众讲这些简单的、基本的客语的问候，以及送客的句子。我想那些客家人就会觉得你懂强，你很棒的意思。请大家继续试着说说看，多学习。